消防局的麻豆分队研发小组因家己有研发全台湾唯一的第一台注射血管显像自助练习机。这手只要甲弄入去机器内面，达条血管是看甲明明。除了实际甲提起救护车顶头使用以外，也会当提升注射的成功率，不会因为这血管动袂到，就加动骨落界。 这个社会人因为无爽快，互送入救护车，救护人员要甲注射时，却发现伊的血管真恶吹，马上摕注射血管的显像机器来斗3工，大大减少找血管的时间，甲提高注射的成功率。这台专台独一无二的机器是台南消防麻豆中队研发的，外形用黑色的玻璃炸光，内底用红外线投射。消防局表示，手脚放入机器内，达条血管看甲清清楚楚。我们经过 大概1年的一个开发，不断的去做测试。那这一台的开发，让我们的消防人员普遍的回馈的成效都蛮好的，让我们增加我们同等下阵的一个信心。消防局开1万块买材料，再个转来家己组合。消防局指出，经过真侪改良，变甲真便利。消防人员平常时会摕机器来练习，即摆佫兼会使摕起救护车做使用。 病医共款嘛有引进相关机器，病医讲，若是有较清残的血管，因就会改用超音波。其实困难静脉注射的案例其实相对也比较少，该20例里面可能会有1例啦，没有那么高，不会到那么高。这个东西它是可以来协助我们提升我们的注射成功率，但它不是一个保证。经过台湾理科医学会资料显示，幼囝若要抽血甲注射，拢凭大人甲困难。即摆消防局病院拢有相关的机器，增加救护技术的能力。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